大家平安，老师平安，平安。食饱未？食饱了，食饱了。嘿，咱今仔用即个图吼，咱想天要变啊，要变天对无？叫做啥物变？台语要安讲？变天。变天啊，天要变变，天。要变面喎。咱人一想讲要变面哦，我讲天要变啊。变面，所以要变天。系啊，所以最近吼，因为看到足侪凊彩拍开新闻吼，就足侪奇怪，以前捌听过新闻吼，所以感觉即个背景吼，足符合诶。老师今仔讲要讲迄个啥物大水对无？最近前阵子台湾有大水吗？有台湾迄个顶尾班啊讲着吼，因为连续落几十天的大雨，你山区吼，因为拢产生这水崩山，即个桥冲断吼。咱伫最近嘛看足侪诶天灾地变嘛吼，比如讲顶一礼拜咱有看着即个海地这国家有一个7.2的大地震。事实上离即个台湾差不多离20几年前吼，嘛有一届超7点的大地震，嘛有非常侪人的伤亡吼。不过我有听到，就像讲伫日本吼，即个有即个第二台即个变种的病毒有差不多有7%，有90几%的人有着即个病毒吼。即几天嘛有看到讲伫迄个欧洲的南边吼，即个像这伊粒这所在吼，有即个非常的热，倒有产生一寡树啊拢倒开吼，即个树啊的火灾。事实上，即个火灾毋是人为哦，是因为天气伤热，伊拢倒开吼。天气伤热。天气伤热吼。昨下昨日我有看到新闻，即个阿富汗吼，即个塔利班已经攻入伊的首都，所以伊的总统走去啊，所以有可能就是阿富汗这所在有可能政治有一寡变化。即阵全世界拢咧讨论即个国家对无？是哈。咱有几项一个问题吼，伫顶几礼拜即个林老师讲着那时代咱伫地区做一届大水灾吼，是因为上帝看到人的一寡歹行为，伊都去处理即个问题，所以伊拢用大水即个世界毁灭。但是伊毁灭，但是毋是做毁灭吼，伊有留一寡动物，这动物是上帝叫伊家己上船的吼。但是做只大船，互因一家伙8人拢得着救。这是上帝，我看到伫圣经内面，我会记得讲上帝应该一个上大的事件，地球人拢会毁灭掉。但是人渐静解的时阵，会产生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我人足厉害，我想要来做一寡我感觉做袂到的，甚至做袂到以外，我会做成，但是我都会当赢过上帝。讲因人口一直坐了后，因想要离做一个塔，这塔会当通到上帝遐去，或者巴别塔，所以咱的口拢不断。人定胜天对无吼？真正人的人拢讲人定胜天嘿。不止讲早人哦，如果安尼讲，我有可能我早人，我读册时阵吼，老师慢慢讲人定胜天吼。人为虾米要去赢过天？因为太济一寡毋知影的代志，咱中间发生。咱会接来讲我的科学的进步，会当去知影一寡代志。我知影来要落雨啊，要落雨啊，因为气象顶看到是要落雨，看是这几阵嘛吼。但是后来我却无法度去改变这个雨的事实，所以我会开始着雨上济做水灾，山崩落来吼。咱有讲就是讲，伊遐要做互人群嘛吼，要互人会当个侪个，因为即个医学的进步，互人会当减少病痛。但是有几当咱看到吼，真正人有减少病痛，但是减少病痛了后的背后，伊足侪病伫咱中间来发生，像咱一届的 COVID-19，
伫全世界拢会流行。啊，但是咱的医学到目前，哪想要对伊嘛无法度去留咧。本来想讲应该是这世界愈来愈好，对无？因为人愈来愈进步。结果咱想迄毋是安尼想的吼。原则上讲，咱即个疫苗出来了后，有可能会像早我做有风险，我即个病毒咱的中间拢无去。但那想毋是安尼哦吼，即个做有风险了，人犹原会着病，只是讲我即个病苗我随一个挑伊，吼，袂是因即个病讲我随一个去检查病后病吼。但是说安尼，即个医学敢有法度去对抗上帝的数据，我想应该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困难的。我想讲，这个疫病会产生伫咱心内面，咱要做啥物种会来反省吼？我就想讲，上帝有可能借着即个瘟疫，互咱一个警告，这个毋是人就爱来悔改吼。出来比较我来讲啦吼，我看是伫圣经里看，头一届有疫病会发生是安尼讲吼，出来记第9章1至30来讲吼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入去见法老，甲伊讲，耶和华希伯来的上帝安尼讲，要准我的百姓去通服侍我，你若毋肯互因去，又愿勉强留因。看耶和华的手要伸伫你的田里的金星、马、驴、骆驼、牛群、羊群，要有重的瘟疫吼。咱看到吼，当时上帝听起以色列人伫即个埃及所在的苦情，上帝一定听到啊，所以上帝就准备一个摩西要带因出埃及。但是法老王却毋肯，互因真济阻挡。上帝就借着摩西甲亚伦的喙口，法老人讲你毋安尼，我要有降十个灾难伫你中间。你看到这第9章的所在讲，因就有一寡病人的中间，不只是人人的动物嘛拢着即个病，就是瘟疫嘛吼。所以上帝开始受气啊！我你讲你都却毋伊开始受气啊！伊所以用即个瘟疫，互人讲你毋相信，你就爱来悔改，无恁就会去得即个病。是，咱有一个朋友美秋讲，赞，就是安尼吼，上帝互咱时间互咱悔改对无？对吼，上帝互咱有足大的疼无像头一届的。比别世界用大水互人所拢淹死，伊有足济互咱足济机会，咱爱来听上帝的话。是，咱会看到上帝借着瘟疫要安怎样？呼吁伊百姓，呼吁就是讲上帝要借着即个病，互你知影讲恁得来悔改哦，我都会听等恁吼。家里的代记录会下悬来讲啦7章13、14讲我若关目天，地到无落雨，也是命草面食伊的土产，也是予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。第14章来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下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又见我的面。决断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病。即个当时上帝带以色列人来到甘地时阵，因讲多个代志。恁着爱安怎，恁着爱安怎，恁着爱安怎。伊有大个一寡人讲伊若听上帝的诫命，我着要互恁土地有好的收成。嘛要有你着无去拄着一寡灾难。但是你若是无去遵守上帝互你的一寡诫命，我着要有这物件来到你中间，互恁你去种植，你种植的物件拢叫草民食了了。你要安怎样？要来闪避啥物件？即个病却伫你中间，你倒袂去。但是有一点咱拢看到，
因若欠上帝面前，上帝就将即个病清治，互因讨大这所在，得到好诶修行，因诶生活拢足真非常平安。所以上帝借着瘟疫要呼吁伊诶百姓，伊就要来悔改。就着咱读这机会来，咱来看上帝借着瘟疫，互听主诶人愈兴慕伊诶责任。上帝讲伊要来啊，伊会得来，耶稣会得来。但是要来进前有真侪条头，但这条头恁爱知，这个物件恁看到，伊是信的人讲的你看到了，你就知影，伊才有讲到2到9好21章，11到28节安尼讲地要大震动，也侪所在要有饥荒，要有瘟疫，对天灵也要有通惊会上较大诶神迹。28章咧讲，拄有遮诶事，你着挺身起来举头，因为恁会赎回紧啊圣经人讲，伊学生问讲耶稣啊，老师啊，你当时要倒来？耶稣就讲，恁看到什么代志？看到讲即个无花果树不义这条头，就是说你有听去这个所在有诶战争，有无一个大地震，有什么物件，就是迄个耶稣要得再临。但是这代志恁看，恁毋通惊这是一个条头。所以恁就爱知，上帝要赎回恁遮诶百姓，因为咱原底是伊诶囝儿嘛，但是因为咱犯罪，所以有一寡生活平安的上顶，但是咱因为知影耶稣基督要倒再来，所以咱就这是互咱是足大诶愿望。咱做个基督徒毋免惊代志，这是一定发生诶代志。所以其实是好消息对无是，对咱基督来讲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咱所愿望的渐一定要接近啊有一个新的世界无痛苦的世界。这当然启示就真像有多济咱毋知影，因为咱毋捌看过，嘛未到。但是伊上帝互咱讲，耶稣互咱讲，这是一个条头所以咱一定要知影。这上帝要借着瘟疫来审判唔信的世界。咱看头一届咱的地球受毁要是伫那个时代，因为拢唔信。迄个那伊做遮大船做几吨？一吨？做遮一吨吗？几啊百吨要几百吨的几百吨的所以是只船吗？嘿，做遮大船伊做遮船是山顶迄只船伊做几啊百吨吗？嘿，你想看是做100几吨做100几吨上帝伫这100几吨，因为迄个我相信当时嘛有像咱即摆讲去传福音，恁着爱悔改，今日来船顶你会得救，但是无人咧听伊，因为人看袂着，毋相信嘛。所以咱看启示录，咱嘛看袂着，咱要相信嘛。因为我有信仰，我相信。但是咱就个人，我相信咱爱直去将咱的生活互因看，互因知影即个福音是对啦。伊启示录来讲开第4个印的时，我听去第4个画面的声讲来第8就讲，我就看有火肤色的马，骑伊的名叫死，阴府对伊后面同行，有官兵互因，通治理地上的1/4，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甲地上的野兽来灭伊。伊讲着，这是一定是末世进前的代志。为什么会遮代志？因为上帝知影人会靠家己，无要靠伊。毋知影但是伊讲，只要咱愿意去接受即个救恩，相信伊是一个救世主，咱每一个人会得救。但是这个代志到尾嘛会发生，因为这世界有人相信上帝伊是咱的爸，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啊。是，所以每秋个讲所以咱爱对调对好对无？无会惊毋着咯。
对，即个美厂姊妹吼，伊即讲这，我嘛是后尾白讲这吼，咱免啊去注视看耶稣，免啊去对耶稣的脚步来行。哦，所以最重要是爱对着人对无？茫学白对吼。因为世界上独地神明嘛，咱所信可是咱的上帝耶稣基督吼。但是世界上嘛独地神明呢，因为因心有惊吓，伊毋知影我要对咱哪是。伫台湾吼，独一个庙宇，一间拜过一间拜过，我嘛倒一个，我毋问我所拜，拄我拜到拜着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因错毋知因所拜拢是假的，吼。是。我讲就是讲，这个问题敢是上帝的惩罚人，吼，敢是上帝的事呀，吼。我想应该是咯，吼。咱讲咱要安怎甲上帝有一个好好的关系，就是咱爱去听上帝诫命。上帝我咱做非常济年，咱却免啊，我想要赢过上帝，我当人定胜天。但是这科技、这医学到目前为止来看，真正伊有改善人的生活，伊有减少人的病痛，但是后面愈我大这个小孩并无减少。所以我感觉讲大自然反向来制造一个天灾地变。即个病互咱无法度去留了。我想讲长期过吼，咱有爱重新甲上帝有一个好好的关系，即个问题爱当来改变，吼，即个天灾地变一定问题。所以我昨咧甲林老师甲分享讲就是讲吼，咱讲着毋望耶稣基督过来，就是毋望个身体甲身体嘛，吼。但是身体甲身体吼，目前尤其台湾吼有两派讲法吼，一个是讲天灾地变了地球无去啊，上帝将迄个伫天顶的新的耶稣的活人，吼，迄个是身体身体嘛，吼，这是一派讲法，吼。咱另外一派讲法就是讲咧讲，啥物叫身体身体？上帝国里即啊，吼，咱即有法度享受上帝的平安、上帝的喜乐、上帝平安的生活顶。这就是现在咱生活所是上帝国的来源。但这两项我拢无排斥，我拢相信。我毋望咱即所大这个社会是上帝国的领导，我嘛毋望一个未来身体，咱会当甲上帝做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对吼，真重要哦，美秋过来啊！伊就讲吼，人安那拜足侪神较有效吼。其实一个上帝，真的上帝就够啊，对无吼？是啊，是，拜足侪吼，伊拢袂当来保庇我，但是我相信伊就永远来照顾我的生活，互我的人生有愿望，我伫生活真中我有活过。真重要吼，嘛真欢喜有即个好消息。虽然看到变天，就足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吼，以前捌发生的什物足热的吼，对无？有迄超过48度的即类的。迄阵吼，阮细汉时阵吼，寒人会穿大袖嘛吼，穿大衣。热人吼，迄个嘛无像即马热到安尼。即马咱台湾吼，咱想有科学家讲吼，未来台湾吼无寒人，拢热人。是真诶吼，无寒拢热，按跟泰国共款啊。泰国就是无寒，拢是热吼。但是感觉台湾咱想愈来愈热安尼吼。这啊，愈来愈热啊，嘿啊，寒人无成寒人，热人吼，真正有够讨厌热啊。真正诶吼。但是对，美秋过来啊！伊伫咱还未熟悉，伊拢熟悉即个上帝真正做好诶吼。因为咱还未熟悉伊诶时，伊就熟悉咱吼，而且伊拢有甲咱讲遮个代志吼，伫圣经足久以前就写好啊，对无？甲咱讲会发生遮个代志哦，但是你毋免烦恼哦，你会当个得救吼，你会当毋免遐尼痛苦。因为会当借着耶稣吼，借着上帝吼，会当来避开危险对无吼？所以欢迎你甲阮分享吼，多谢今仔日伫线上
支持我们的人哈，有一个人哦，这个明辉对无？伊讲食饱听台语吼，多谢你食饱就来听吼，心情好无？啊来做侪人甲咱网络上问候吼，啊多谢美华姐吼，伊讲咱讲了老师讲了真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欢迎你吼来甲阮。线上讲好无？来报名吼，嘛来甲阮讲，你讲台语诶有趣味诶代志吼，毋免惊，毋免惊，迄美秋后摆换你起来哦，因为毋免惊对无？对，毋免惊嘿。对，欢迎你会当订阅吼、转发、按赞，阮诶节目，阮每礼拜一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甲你空中再会。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下礼拜再会。